3档一届的屏东东港小琉球的迎王平安祭典是国家级重要的文化民俗文化资产，嘛是台湾的王爷信仰佮有祭典文化真重要的活动。今仔头一日伫小琉球举行海上迎王，嘛是真侪信众来参加哦。业者是预估今仔去小琉球的人数会有上万人。 一透早，东流山尾头就是人吵，但要坐船去到小琉球。屏东东港小琉球顶站乡镇3年一区迎王平安祭典，车衫是由小琉球拍头阵，除了当地人回乡，还佫真侪信徒特别走来。再去交通船顶头，唔那是人，还佫真侪人要牵乌多摆上船。3年一区，我逐年拢有过。啊，等偌久啊？等了2钟啊。小琉球赶过来，啊，你外地拢一定会回来。 无倒来吼，过年无倒来无要紧哈，啊，就是一定爱倒来参加这啊。海面上的渔船全部拢有插迎王的旗仔，再去小琉球海上迎王第一个顺港口活动，由3辆江顶江庙新兵，还佫庙方人员，坐渔船正式小琉球一殿，代表海上巡视扫渡千载，真侪信徒拢徛伫港边观礼，看起来是真热闹。 预计今天的登岛人数会来到1、2万人，差不多半小时就会有一班，因为今天都是加班船的方式来运送大家过去小琉球。迎王平安祭典奉列做是国家级重要民俗文化资产，也正做台湾王爷信仰的重要祭典。琉球迎王吸引上万名信众游客来到小琉球，就经这交通的大拍角。警方也加派人去到现场疏开，还佫管制，好民众就要遵守警员的指挥，注意家己安全。记者综合报道。